歡迎收看客家名錄學人。每日一項語新聞，客家委員會9月13號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舉辦客語結合12年國教高等考場，老客語親近式教學，有兩教安lin先進高發表會，大約200位朋友老嘉賓到場參加。顧秀輝主任委員希望學校教學研究融入本土語言，做得本身語的當自然學習母語。特別感謝體育線界安道線上老計劃協同推動者發表會分享112項研圖有兩教案，29件學校得獎，透過教學成果分享老討論，分享學校教學成果，未來愛繼續向下深解解談老向外發展影響力。目標係老客語高等考場盼過親近式教學推廣到漢下到學校，同時客委會未會繼續請更多研究教學資源，老加強教師培訓，保證教育嘅質量老效果。以上係客家名錄學人嘅報道。撒下位愛教大家基本語嘅每日一項語就係教學，線上老大家分享教學成果，線上老大家分享教學成果，你學會嗎？下禮拜再來聊。